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国内伫今仔日增加2个本土病例，拢是隔离期满对阴性转做阳性。高雄市政府宣布，高雄港的工作人员要开工进前，全部拢爱做快筛。国内的纸厂因防疫宣布卫生纸伫月底要起价。另外，农委会为着要鼓励农民生产鸡卵，一斤会补贴3块。昨暗伫屏东潮州的后火车头有嫌犯要甲女性操打，落要甲人抢劫，佮共抬着伤，目前嫌犯已经掠到位啊。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2个本土病例，47个带病入境。这2个本土病例拢是居家隔离期满对阴性转做阳性的。指挥官陈时中表示，目前国内疫情渐渐伫咧稳定，无新增加传播链出来，不过也是爱继续来观察。另外有3例是对中国入境的个案，是伫咧防疫旅馆内面感染到的，该做是本土个案。因为咱国内疫情是还未完全稳定落来，指挥中心宣布讲，全国入境界甲过年期间的检疫方案延长到2月28。春节年假结束，初次开工日，国内新冠本土疫情增加2例，拢是居家隔离期满采检阴转阳，一例是高雄港工作人员的家属，另外一例是台北市松山区点点幼儿园5岁查某囡仔。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表示，目前整体疫情慢慢缓和。过年到现在，目前情况看起来整体的疫情都稳定，并没有新增的一些传播的链，所以在这里我们持续的观察。另外有3例中国境外移植个案改判是本土，其中176例甲176例是印度入境确诊的一家3人，同时住入台北市一间防疫旅馆。经过基因定序比对，差一个位点，研判是同一个群组事件，所以将2例改做本土。另外一例是1904例，住入高雄一间防疫旅馆的时阵，港楼站有一名高雄港群组相关的居家隔离的人阴转阳确诊，2人全基因定序拢是 BA.2， 研判是高雄港同一个群组，所以也将其列做本土。同楼层确实有另外一位是这个居家隔离阴转阳的这个高雄港群聚相关的一个个案按这个19186，所以目前来讲，大概也是怀疑说可能是被这个居家隔离在检疫期间这位个案也许有一些交叉传染的一些情形存在为提升老大人疫苗注射率，指挥中心也推出长照居家服务，结合陪伴做疫苗服务。为即马开始到3月底为止，只要寄服员陪伴长照服务对象去做疫苗，寄服单位用得到每案200块的津贴，而且寄服单位用同时申报陪伴外出，按过袂当同时申报陪伴就医。有讲有14万名老大人应受惠。陪同去打疫苗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出一个专案，它是补助200块，然后他同时可以申报 BA.13陪同外出。那这样子来讲，对于这个带这个长者去的照服员或照服的单位，我们提供一点点的经济的诱因。因为公费疫苗有疫病台第22期继续提供民众对家族疫苗，为初9到10月分流有效，做的时间是14到20。因为国际疫情严重，国内也一直增加本土个案，指挥中心也宣布全国自期检界甲春节检疫方案，拢延长到2月28，相关措施拢维持专案规定。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北艋舺某一间防疫旅馆发生群聚感染事件，有2位带病入境改做是本土个案，3位对这印度入境的妈妈甲2个姊妹啊，这是1月24的时阵验出阳性。附近房间有2名旅客是27到28这2天来验出阳性。市长高文定认定讲，这是伫咧防疫旅馆内面感染的，落尾经过环境的调查，认定病毒是对天棚的芳对着空气走出去。位于台北市艋舺区的一间防疫旅馆发生群聚感染，3位为印度入境的母亲甲姊妹2个人。1月17到19入境前后，拢采阴23，妹妹后疼24，母亲姊妹3个人采检阳性。港楼站的隔壁房718为中国入境17到19入境前后，拢采阴，一直到27出现发烧症状，采检阳性，CT 14。晚近的715房为香港入境初7到初9入境前后，拢采阴，24检疫期满转去，27出现后疼，28采检阳性，CT 16，20到24时间小。
另外，初市中央将718房加715房这两位境外移入个案转为本土个案。715跟718的，它都是 Omicron， 那这个基因定序是一样，所以应该是有可能是被719这个房间这3个母亲、姐姐、妹妹因为这确诊力那感染到隔壁的房间，这是被判定是一个旅馆内的感染当然，空调是有可能的但是就住在隔壁房间，也有可能说，比方说打开门的时候，同时打开门，也有可能这样传染。北市也提供防疫旅馆的房间示意图，为印度入境的母亲加姊妹2个人住的719房，小瓦718加715房。北市针对江老站上下港厨房加港时段采检的旅客，26人采检全部拢阴性，11名旅馆员工也拢是阴性。针对关注染病的老站1月30全部清消，整治逐工大清消。中央经过环境调查认为，北投市就有天崩旁气流扩散。天花板看起来有一些这个可能空间上会有房间之间气流相通的一个可能性存在那另外就是说，在其中有几个个案他们可能是因为旅馆比如说去进行裁剪，或者是因为已经期满可以离开旅馆的时候，也有这个时间上这个时空重叠的一个可能性存在所以目前来讲是有这个互相传染的可能性。台北市防疫旅馆发生群组感染，2例境外改造本土。发文地表示，目前也无伫社区散布感染。佮强调，年后开工这1礼拜是观察重点，只要疫情无变化。后1个礼拜将未解封，10日将要登场的台北灯节如期举行，若佫有问题，将限缩现场人数。记者综合报道。高雄伫今仔日增加一个本土病例，是高雄港工作人员的家属。为着要防止疫情扩开，高雄市政府连续2天伫港区附近开8个体检站，港区的工作人员伫咧开工进前拢爱做体检。另外，因为昨出现一位放港的确诊，高雄港其他41名放港的人员也拢爱体检2摆，希望这疫情莫阁来拖开啊。初市透早，高雄港码头甲货柜中心体检站出现真侪人排队等要体检。市府这2天伫港区设置8个体检站，要求港区人员开工进前全面体检，若无就袂当入去港区做工课。不过，高雄也是增加一位确诊者，是进前港区人员的家属，解除隔离的时阵才发现确诊。他的感染来源是主要是18490这位个案，他们是同住家人。那他的 CT 值30.4，那匡列时间是1月24号，那在2月6号就是在隔离13天，第13天采检。市府表示，初7新的确诊者较无社区传染的风险，不过初6出现放港的确诊，互市府较紧张。目前考虑的人采检拢无问题，若是甲其他放港的拢考入来，外界烦恼会影响到高雄港的运作。他如果再有旁边的其他饮水员再被匡列的话呢，那饮水员可能就人数就会减少可以工作的人数就减少。那你减少量再大一点的话呢，几乎就高雄港就会可能就会变得很慢啊，或者是甚至停摆都可能。李署长表示，加在这位放港的是休困3天的时阵确诊，高雄港这2天会调回全部放港转来体检，刷落来搁爱第2摆体检，希望开工了后疫情莫搁扩大。记者邓家文为做高雄报道。高雄看线，咱来看到桃园。桃园伫今仔日无增加本土病例出来，桃园市也已经针对一物流14天居家隔离员工甲家属进行第2届采检，结果伫明仔载就出来。另外，阿旭传播链也已经较稳定了，今仔日开始也会继续来采检。另外，进前有逼出病例的桃园中立西体牛排馆中山店，伫今仔日也是开始恢复营业了。年后上班第1天，晚向自务工区阿旭电脑做出员工做最后 PCR 清零采检。另外，第1棚防疫管制方面，无注册换证的人，要提供单日或者是3天快筛阴性证明才能入来。这措施会维持2礼拜到1个月。像雅旭员工有将近50%的派遣人员流动率很高，那么必须要针对每日的实际工作人员以及交通车的这个使用的人员，都要有实名制的清测。
市长郑文灿伫防疫会议会后记者会表示，万雄自贸港区是一个管制型园区，也是机场特区。入园管制爱落实实名实联制防疫规范，甲做到人员拢爱有阴性证明，啊向这样复工，也针对入境物流上新的采验情形做说明。昨天针对这个次风险区域的员工，那么居住在桃园的有790位，那么全数采检完毕。那结果都是阴性。那居住在外县市的员工也会在今天追踪完成。疫情物流初次搁针对居家隔离14天员工甲家属267人二采。郑文灿希望群组感染用伫真济摆采检，甲多站处考虑之下慢慢改善，也讲到疫情用控制。除了爱做第三期提升保护力以外，企业要用正常营运，爱做好更较侪防疫规划。除了分仓分流以外，定期采检也真重要。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过年进前，卫生纸无起价，即马过年后因挡袂牢咯。国内纸厂永丰伊今仔日对外发出声明，讲2月底这一张一张旧的卫生纸计销会起价，另外灶骹专用的漆纸也会起价，算起来大约是起8%。8%感觉就偏多啊，他可能就会考虑买别的。听到爱用卫生纸品牌5月花，将要伫2月底起价，不少民众不管起8%实在起伤济。不然能说没办法啊，那是政府要去控制啊。真的要涨的话，大家就是要忍受而已。其实顶日永丰鱼就捌有过，旧历过年了后，将其用抽的卫生纸会计销。初次开工日，家条发布声明稿，讲纸张包材、零件等原物料一寡进口成本计销，年销量超过4成以上，甚至部分情况挖一倍。为了反映成本，所以决定伫月底去计销。后续要计销，依照各通路当期来定。整体用抽的卫生纸的计销平均起8%。官方也公布旗下各品牌售价，以5月花系列用抽的卫生纸为例，100抽12包，官方售价135块。起到115块起10块，另外德意厨房纸巾70张6组，售价78块起到82块。如果确定知道要涨价，公司一定会第一时间通知我们，顾及消费者的权益啦。但是越晚涨越好。不过，全年超市宣布目前卖的各品牌卫生纸，若无起搭配当季，也有促销价。主打社区居家型的超商通路，也推销自有品牌卫生纸，强调计销无起，而且是永丰鱼代工生产，品质也无差。是永丰云代工的，有水溶性的卫生纸，12包才109元。现在很多人都会来订，就整箱这样办。有品牌部分，我们已经有跟厂商去强力的沟通，是卫生纸是冻涨的部分。也有另外一间专业大厂正量表示，目前继续评估中，也毋过表示生产规模成本甲永丰鱼差不多，起价压力共款，强调会观望一段时间，才做决定，敢是要第二期。记者综合报道。即马旧历过年了后，北部的鸡卵油源是欠货。农委会伫今日宣布讲，为着要增加这农民饲卵鸡意愿，到这个月底生产出来的鸡卵1公斤会补贴3块，另外也会补贴饲鸡仔囝的成本，达只是25块。另外一方面也已经协调大半甲加工业者，甲库存摕来市面上。农会外口人排甲真长，为门口一路延伸到人行道上，达到数十公尺。年后开市，内湖区农会热力滚滚，800多箱的红壳卵进货，附近民众赶紧来排队。其中有人表示，伫其他所在买袂到。鸡卵是足歹买的呀，太旧了。过年从宜兰回来，全年啊，干妈点都没有。年前，农委会成立鸡卵调度平台，初次来到超市，货架顶也有几阿百鸡卵，不过欠卵几支还未解除。农委会已经请卵商加加工业者释出库存来应急。那欠卵的金源，有关伫鸡卵生产意愿降低，因为饲料计销起真济无够成本，为此农委会决定要用补贴，初八到月底，鸡卵每台斤补贴3块。这有诱因，而且对我们这个蛋的稳定是有帮助的。饲鸡协会解释，一般的卵鸡若无6-7成的生卵率，无够成本就会抬掉。即马补贴落去，农民会愿意留着生卵率较差的卵鸡。就是要给农民一个价位给他长撑出来。如果你给他奖励一点，他就留着再生蛋。如果在这个措施没办法解决，让农民增加更多的生产，我们会随时调整，不管是在加码。
技能无够供应，农委会强调，到2月底前，有愿将产地计数控制伫每台斤34块半。也毋过，自家野生两个业者指出，这个计数早已经无法度反映真实成本有检讨的必要。我们讲玉米好了，在去年大概是在7块多，那今年飙涨到15块。我们在淌血。这波除了补贴生产鸡卵到月底，另外也补贴卵中鸡，也就是鸡仔囝到生卵的代用费用，每只增加25块。农委会抓算两方面合计大约2亿，也毋过这款措施需要时间，效果较袂随看到。农委会将伫月底评估补贴敢是延长到2月底前，也会为日本、澳洲甲美国进口鸡卵提供予已经配合释出鸡卵的加工业者。记者综合报道。有风声讲，最近政府会用行政命令开放日本福岛5县市的食品。立法院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表示，尊重行政团队决定。立法院长游锡堃也讲，若准有符合标准，立法院就要支持。不过，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早起表示，绝对不会接受核灾区的食品。不过，卫福部长陈时中也回应讲，台湾的检验标准有较严格，核灾地区的食品也会亲像一般日本进口的食品同款，产地就要标示到都道府县。祝大家新年快乐！新会期的第一天，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带领党团干部拜年，宣布报道都是开工，话声行政干部会当真勇战。也毋过传出政府可能伫最近将透过行政命令开放日本福岛5县市食品，引起讨论。对此，郭建明强调尊重行政团队的决定。我的答案永远都是一样，要尊重总统府以及经贸团队的决定。总招没有资格问，也不会去问。民进党团内部无进行讨论，再次表示会以科学依据，特别注意的就是立法院长游锡堃头一摆表态，指出立法院徛伫监督立场，若讲检验符合标准，立法院应该爱支持。福岛食品最主要，它有国际标准，那也会有科学的这个论据。再来，当然我们的民意也非常重要，这3个条件都没有问题。那当然，立法院应该要支持。谢谢。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早起到党团大会团拜，营造团结的氛围，也表示绝对无接受核灾食品。南亚立委也批评，讲政府对日本真两卡，若开放核实，不排除抵制出席修宪讨论。核灾食品是我们全民不能接受的。779万公民的投票结果，不是一个政府可以践踏、可以去撕毁的。台湾的标准也相对的严格。那第二个，标示到都道府县，这是既定的一个政策。既已经有的行之多年的政策，那都会有，那会有禁止的食品，那也会有双证的食品。民众党表示，新会期除了继续关注核实，食农教育法也是推动重点。另外，一直有争议的地质法修法，时代力量认为应该优先讨论行政区甲财政划分。立法院新会期地质法修宪一定加做调查公众的焦点。记者综合报道。过年了后，台股开红盘，中昼过后，金融类股带动之下，加上货柜业起到紧绷，落尾是起225点，收伫咧17900点，连续2年拢是伫咧旧历过年了后，一个开工日收盘计数是起的。不过，虎年的台股交易量敢若只有3050亿尔。分析师认为，讲这量能不足，可能是爱较烦恼的，加上美国敢会升息，也会影响到咱的台股。受到疫情的影响，这2年农历年后开工，台股跳加关的仪式取消，不过虎年台股气势正旺，伫初7就开红盘。春节休假期间这个美国股市的一个表现是涨多于跌早盘的时候是直接跳空往上涨电子金融都出现反弹。连同美国台股伫头一天就出现波动的行情，早盘起200点。不过盘中有落差，整理了后，伫午盘有扭倒转来，上尾收伫17900点，起225点，成交量是3050亿。证券分析师乐观预测，讲即礼拜当来回档18000点的大关。
初七台股指数变化真大，分析十股航运类起超过8%，其中货柜、三雄、万海、中营、阳明全部拢起较真棒。过来看电子类股，虽然讲有小可起0.48%，不过这个台积电、联电拢是收乌。另外，伫个带动台股扭倒转来，主要力量是金融股，有起2.74%。今年台股是坐头的局势。今天的一个预估量呢，是大概只有3000亿左右，量能的回升速度还是不够快哦，也显见就是说，其实市场对于这个今年呢充满变数的一个情况之下呢，观望的一个气氛还是比较高一点的。台股嘛反映国内经济基本面，人力资源的业者看好讲今年的就业市场，认为讲这个疫情的冲击已经有卡零了。初步调查有7%的企业因有加薪计划，企业幅度差不多是4.5%。调薪是呈现两样情，就外销导向的科技业、制造业或金融业，以及一些上市柜的龙头厂商，他们的这个员工的调薪、被调薪的机会是比较多的。人力资源的业者看好就业市场，认为讲今年的这景气会当回起来。不过观光旅游业又是这个重灾区，电子业、金融、航运业因的薪资待遇较好，就算讲景气回起，恐惊所有产业都会当受到利益。记者综合报道。所观众朋友来看，在地上大条，屏东潮州昨暗发生一桩抢劫案，一名20多岁小姐伊伫咧潮州后火车头，去互嫌犯压去边仔巷仔内，想要甲伊操打。落尾这个小姐甲伊反抗了后，嫌犯甲伊抢物件，甚至佫举刀甲伊拄。好在这位小姐送到病院了后是无生命危险。这个嫌犯伫今早起人也已经掠到位了。无人车路，嫌犯劫持12岁被害女子行向另外一条路，无偌久，嫌犯走转来，骑机车逃走。代志发生在7日暗时9点外，地点就伫屏东潮州火车站附近的彭英街。这代志互居民拢真着惊。你如果说在前面这样子，我当然会担心。会担心的哈。我可能如果一个人等到以后大概7、8点，我可能就不敢在这边。有毒品前科嫌犯将被害者带到这个护树丛挡掉来抗地啊，想要侵犯。女子抵抗了后，嫌犯先抢走，也在无国来赌伤。好在有民众经过报案，女子送医了后无生命危险，警方也赶紧抓到嫌犯。本分局于6日晚上接获报案，民众有财物遭抢情事，经本分局立即组成专案小组，不眠不休彻夜侦办，于12小时内查获犯嫌到案。全案依法侦办。居民表示，发生代志路段都算日是也无啥物人，不过被害者只是路过，竟然就被歹徒看到。代替表示，车站附近暗时确实有寡治安问题，不过因为巡逻人力不够，无法度巡逻到，只好改善照明。照明上有稍微调整，但是那边的话，我们说只能用照明方式来，有些治安的问题只能靠这方式，那也没有特别有人去巡逻。顺坡小镇发生案代志，互居民心惊惊。警方也全力侦办，希望赶紧调查清楚案件甲嫌犯作案的动机。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食酒赛车的新法律，伫咧1月30开始施行啊。过年期间，各地头拢有加强临检。高雄着一个民众食酒了后，伊骑奥多摆去互警方撞到了后，后壁甲伊烧在迄位，也爱做回罚钱。另外，伫台中有一名警察食酒赛车，目前已经记逮过调职，依法办理。这样的查甫人，初六暗时伫桃园观音饮酒赛车，拄到警方抓落来，身披long红顶，个秘入巷仔内，最后乖乖受检。一路车规身拢是酒气，环境当场酒测，酒测达0.42毫克，已经触犯公共危险罪。员警上前拦查时，发现黄姓驾驶满脸通红，浑身酒气，随即对其实施酒测，黄男酒测值达0.42毫克。以触犯公共危险罪。顶开拢无咧看，车顶诶。上载机车赶紧靠边，引起巡逻员警的注意。高雄早前初时暗暝，有一姓柯查甫人酒后骑车，讲体谅后边的细地女子看袂清楚，就改载。不过手册超标，照常依上法办，因为细地女子是机车所有人，骑车人酒后无禁止共款连坐受罚。原警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第7项规定治单，郑女将与酒驾驾驶邱男同受酒驾罚则15000元以上9万元以下罚款，并吊扣机车牌照3个月。
全台环境拢咧食酒后塞车，台中大家所有一个圣诞的环境伫发。七日下晡休困的时阵，开车甲民众的车受浪，就测达0.5毫克。事发地点离分局近180公尺，真大胆。警方除了将伊记一大高调职，搁以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依违反刑法第185条之3，移送台中地检署来侦办。在行政责任部分，记一大过，调整服务地区。另外追究相关考核监督不周人员连带责任。酒后塞车刑罚加重刑责，1月30拄生效，想要到执法人员也加做施行对象。大家分局表示，圣诞环境2015年度前科7摆再犯，不只互分局同事士气低落，也互台中警方食无面子。记者综合报道。真侪民众拢会坐船去到龟山岛附近要看海岸、看海底。民进党立委陈后撇今仔日表示，建议政府会当用 BOT 和民间的力量去到龟山岛做开发，旗下起饭店。不过这话一讲出来，却引起民众反弹。那宜兰县长林姿妙表示反对，连环保团体也认为讲，这起饭店只是会增加粪扫，破坏自然环境。离宜兰县头城镇海岸以东差不多10公里，龟山岛是台湾之春的活火山，捌被列为世界上赞的小岛之一。每年3月到11月开放民众申请订岛，这几年正做观光胜地。民进党立委陈后平切提出在兼顾生态环保前提之下，建议政府以 BOT 甲民间有效开发稻城五渔村，甲龟山岛观光农台，伫岛上设国际级的饭店。希望国际魅力景点的这样的规划。在宜兰县呢，来引领作用，所以龟山岛如果能够低度的由政府来 BOT， 我相信这样的开发会具有开创的意义。伊表示，龟山岛风景袂输乎国外景点，若伫岛上起国际级的饭店，打造观光指标，互地方经济活起来，煞会引起民众反弹，因为破坏龟山岛的天然环境。宜兰县长林姿妙佮泼冷水，表示龟山岛无需要起饭店。龟山岛是宜兰人的精神象征，它最珍贵的地方就是保持原始的自然景观。头城镇已经有很多的住宿，搭船到龟山岛也只要半小时。姿妙不支持龟山岛盖饭店。食衣住行的这些一定都会产生它的污染，去把它做好处理以后，才可以排放到海洋，不能直接排入到海嘛，包含我们产生的废弃物跟我们的污废水，还有我们要运送东西过去。不止宜兰县政府反对，环保团体也徛伫反对的立场，那表示伫岛上起饭店，加大所产生的废弃物要如何处理呢？因为台湾发展观光产业不应该用旧的想法，是以自然美景做重点，伫推动观光甲维护环境要有双赢。记者综合报道。罗西亚敢会拍乌克兰的，大家也拢真关心。美军也开始去到波兰，而且罗西亚的军队继续伫咧东欧的边界训练，局势是愈来愈紧张。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七日表示，北京冬季奥运期间或者是结束了后，罗西亚随时拢有可能会出兵。法国总统马克龙初7也亲身去到罗西亚，希望会当阻止战争的发生。美军47运输机7日暗时来到波兰南部，和乌克兰相隔界的热斯夫。机上主要是载头一批属于美军第82空降师成员，甲一个武器装备，包含师长和陆军少将多纳修。伊嘛是伫去年上尾一个离开阿富汗的美军。照拜登的计划，美军会增派3000个士兵来去波兰甲罗马尼亚，其中包含1700个82空降师的士兵，要来威吓俄国的军事行动。Błyskawiczne przybycie dodatkowych żołnierzy amerykańskich stanowi najskuteczniejszą, najlepszą odpowiedź na zagrożenia. 也人俄国嘛，伫个芬兰甲爱沙尼亚边界，含这个被俄罗斯境内来举行军演，扫射机啊、甲战车一直咧调度。启程来访美的这个德国总理肖兹，伊伫7日表示讲，伊是北约的成员，德国无排除讲来甲波罗的海这个国家来派兵。也若拜登伫个7日讲问到讲，是毋是要考虑对东欧国再来增加兵力？伊讲甲真保守。Send more troops to Poland and other NATO countries if Putin has not de-escalated. I'm not going to speculate on that.
美方的官员进前表示讲，俄国已经传好势要来入侵乌克兰所需要70%的兵力，才有可能伫2月中旬来发动攻击，而且乌克兰的首都基辅会伫短短时间内沦陷，伤亡恐惊会达到5万人。对这件代志，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伊伫初六接受真济间媒体的访问，强调随时会出兵，无论伫东俄进程也是了后。We believe that there is a very distinct possibility that Vladimir Putin will order an attack on Ukraine. It could take a number of different forms. It could happen as soon as tomorrow, or it could take some weeks yet. 为了阻止战争爆发，法国总统马克龙伫初7亲身来到莫斯科和普京会谈，望讲通透过外交途径解除冲突。不过马克龙伊提出顺应俄国的要求，无要互乌克兰来加入北约的条件，真侪西方国家拢无法度接受。所以讲，这桩俄国行到底有法度得到偌济成果，这就还阁爱看一下。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讲到洪都拉斯总统卡斯楚去点到不法事件，目前也当咧隔离。不过伫10天进前，伊举行就职典礼，咱的副总统赖清德有带团出席，甚至有接触到伊。总统府表示讲，赖清德早起起来做快筛结果是阴性的。总统府发言人古拉斯也强调，访问团全程拢有挂2元水暗，目前规团的人情形拢是真稳定的。洪都拉斯总统卡斯楚顶个月底举行就职典礼，美国副总统胡锦丽、台湾副总统赖清德拢有出席。赖清德也甲卡斯楚握手会面。不过卡斯楚初六表示，经过探险确诊新冠肺炎，目前症状是真轻，在隔离当中。另外，台湾的访问团的情形如何呢？总统府表示，赖清德初7早起上新的快筛结果是阴性，健康状况良好。那依照规定需要快筛的时间，快筛也都是阴性的，所以我目前其实是很好的。那也跟大家分享，我们在洪都拉斯的时候，其实外出都戴2层口罩，而且内层是 N95， 个人也没有听见有任何的团员或是随员有身体的异常。那我也主动的关切副总统，那他也一切正常健康。随团出访的总统府发言人古拉斯也强调，全程拢保持高规格风险。特使团所有人员访问甲登来台湾进行检测拢是阴性，检疫隔离期间2摆抗原快筛也拢是阴性。全团人员也会在结束的隔离前一天再次进行 PCR 的采检。外交部会持续的来密切注意全团人员的健康状况。即马卡斯楚确诊总统蔡英文已经请外交部长吴钊燮，甲驻韩国大使线顶关心甲慰问。初3同款伫韩国有甲赖清德会面的贝里斯总理布里先纽也确诊，总统府同款祝福其早日康复。记者综合报道。指挥中心宣布，2月15开始要启动第2阶段移工专案引进，开放印尼、泰国、菲律宾甲越南的移工入境。不过入境进前，这移工就要做过2档疫苗，雇主也要安排因去住防疫旅馆14天，搁再加上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才会当去上班。因为本土疫情转好，甲产业强工，疫情指挥中心宣布，2月15开始启动第2阶段移工专案引进。这摆开放国家除了进行印尼、泰国，也搁增加菲律宾甲越南。移工来台进前要有完整做疫苗，也取消第1阶段积分制引进方式。不过雇主安排移工到防疫旅馆做14天居家检疫，甲7天自主健康管理，才能去工作地点。那也经过确认，我们所有的这个移工来源国都能够配合相关的一个防疫的措施。那这一次必须要都能够完全接种疫苗并且要能够上传相关的接种证明。那经过查核同意后，才能够引进。未来集中检疫所要坚持的转型那就收相关轻症或是无症状的确诊病人。那当然在这个过渡时期，还是会移出一部分的集中检疫所让这个移工来做使用。指挥中心表示，会统筹调度集中检疫村规，然后释出应提供予入境移工，其他防疫甲进前同款。劳动部目前移工专案引进无人数限制，只要符合规定就使。对大量欠家庭照护移工来讲是好消息，不过家长也指出，到时阵防疫旅馆的容量是不是充足，如何验证移工完整做疫苗也是问题。其实家庭不用自备一个独立空间，这件事情有缓解。可是对于订
防疫旅馆这件事，现在也是缺很大。为了要加速来，它可能也会产生一些伪造的问题。家长表示，即卖因为家庭照护工无够，恐惊出现假造证明这问题，假造防疫空棚，这需要政府好好解决。就非常强调，雇主若无依规定办理指引，会以违反就业服务法规定来处罚，或者是废止聘雇许可。记者综合报道。疫情当日严重，有医生表示讲，因为 Omicron 病毒这款物件是真高话，社区要完全无病例是真困难的。过年了后，才有可能疫情会继续来逼，所以鼓励讲，这企业会当定期甲员工做快筛。医生也认为讲，国际疫情当好，加上国内有注过第二档疫苗，这疫苗注射率有到8成以上，今年6月边境应该有机会会当小可解除封锁，和商务人士来到台湾。国内新冠本土疫情伫几个所在爆发，其中过去汤圆物流业者、日药公司、甲高雄港等疫情炭烧几啊天，对社区依然充满威胁。对此，有感染科医师表示，虽然指挥中心已经针对确诊个案进行疫调酷例等防疫措施，不过Omicron传播力强，社区真歹清零。过了春节过了后，恐惊也有真侪唔知影疫情爆发。社区要清零是非常困难的，可能是不是短期内能做到的。那大家要做的就是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保护自己啦。比如说医院的话，就是要保护医院不要被院内感染。新光病院副院长王主任认为，国内也阁有300万囡仔、200万大人，连一支疫苗拢无做，拢属于重症高危险群。若讲国际疫情长好，加上国内第二剂疫苗注射率达到8成以上，今年6月才有机会边境未开放，商务人士来台。另外，要完全免除入境隔离，恐惊都要等到今年底。一开始一定是先开放专案的商务人员的，能够进到我们台湾来。那接下来才是商务人士跟学生可以入境，那接下来才是团体的旅游跟个人旅游，逐步的这个所谓的针对边境的对象的解封。专家建议，因为Omicron特性，边境未开放第一步，会当考虑将入境检疫天数缩短，像即马14天缩短到10天，同时也鼓励企业定期快筛，对量早掠出确诊个案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2月11高中以下特别开学咯，不过花莲因为4月要举办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所以提早伫今日开学。4月时阵会搁再找时间停课补假。排册包也个真爱困的花莲县高中国中小学生早起7点就被父母送去学校，同学拢在讨论为什么爱提早时间开学，真欣赏其他县市学生也在休寒。是不是觉得要来学校很困难？很难呢。怎么说？就中午没有上课，感觉难过啊。不过大部分家长拢真欢喜，因为提早开学，会让大人较轻松。不过有家长烦恼了后补假，囡仔伫厝无人照顾。其实每天陪小孩，虽然很高兴，但是陪久了也是有一些压力。家里面的长辈要帮忙这样子啊，对啊，就是可能要酌量请假这样子啊。县府教处表示，今年全中运会伫4月16到21伫花莲举行，到时阵除了电竞场、网球场这惯例场馆以外，还佫用到各校的场地，所以调整上课时间，方便比赛。这时间假会佫保护学生。4月份的18到21号办理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的时间，就会让学生进行停止课务。不过教处也强调，虽然全中运举办期间各校会补假，不过无排除安排相关赛事观摩甲交流，到时阵有变动会佫公布。记者综合报道。停车停伫路边，若准无停顺向，敢会有问题咧？进前着民众甲车停伫路边，无停顺向，停电倒摆，却互警方开罚单。伊提起行政诉讼，法院也判伊败诉。根据着公路总局的统计，讲这3年来，车停无顺向案件着3万多件。警察挖进车门边甲顺看卖，甲比讲会当拖走咯。是讲这个车明明搁插伫停车格内底，安尼奈袂煞哩？原来是这台车伊的车头按唔着方向，直接出问题。马路的方向是左或右的，对啊，只能这样判别了。怕没车位啊，所以看到位置就直接插过去啊。可能就是刚好看到，赶快先抢位置再说的那一种。其实我觉得大多数人都应该要知道了。
倒摆头停车真正是真危险，不过伫路顶全世界拢看会到，车辆违规，这个车头按唔着方向，伫个进前，有驾驶员不满讲去互开罚单，过来提起行政诉讼。法院会勘了后，认定讲若是无顺向停车，会来判驾驶败诉，是讲免怎正确来刹车，方向是上重要的。逆向停车，他之前的驾驶行为势必是会逆向行驶，他在驶离路边的时候，他也势必会经过一段逆向行驶的过程。那这些都是很危险的行为。便若是无照道路车辆顺行的方向来刹车，无论你是刹倒头板，也是讲刹车刹，拢是违规。相关的单罚到1200块。最近这3年来，平均车嘛有3万外件，提醒驾驶，无论你是贪一时的方便，也是讲想要来抢车位，这款倒摆头逆向刹车，反正驾驶员认为讲这无要无紧，不过这要是违法，会来增加这个行车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台东的往来食客因为去年中国暂停进口，本地外销15000吨，全部爱转做内销。过年进前卖了袂歹，不过即摆还佫一批大约是5、6000吨，会伫过年了后才收。即摆有风声讲，这拍卖价销达到1公斤无到50块，互农民真无奈。除了过年期间，台东县政府协助160花卉往来客家农民申请路权，互农民伫公园附近的大路上开货车就近卖客家，也不过其实效果真有限。即马年过完啊，部分农民调节往来客家产期，准备采收，保收估计也有6000吨的往来客家要采收。也不过这个量未当外销，爱转向内销，即马佫传出要送到北农拍卖，每公斤煞拔到50块以下。比过年前较低，农民卖互中盘的价格也只存30块左右，也有的中盘商无想要搁收往来客家，农民真无奈。也是爱甲价去啦，啊无要安怎？即马计价安怎？20、30。台东县农业处证实，目前要送到北农拍卖市场的往来客家数量真多，可能会影响计价。官府当咧甲中央研究安怎帮助农民减少损失。后续到底是应该要由我们国内的这一个国营企业，或是说一些团膳的这一个方面，是不是可以来协助我们农民朋友，来把这个凤梨世家做消化？当年外销中国15000吨的往来客家，中国暂停进口，农委会一时也无法度找到更较侪国家来买。即马内销的数量甲计价阁无想的遐好，虽然今年农粮署特别精力往来客家转做补助，也毋过大部分农民也伫咧观望未来外销的可能性，无打算转种其他的农作物。记者综合报道。社群媒体顶头的直播也变作是卖毒品的管道啊！警方发现讲有一寡直播讲是开音乐课或者是开课，其实这拢是嫌犯的暗号。直播下面伫开讲的所在，就一寡毒品买卖消息。这直播结束了后，这影片随消息，互警方抓袂着人。穿乌衫查甫人，互人压坐伫涂骹，带来一大箱内底装到满满的毒品甲背包。原来这个嫌犯是利用社群平台推特来卖毒品。即马被盗的管道是愈来愈多，也因社群软体抖音，即马也有人在卖毒品。直播时间结束之后啊，这个类的录影，除非他上传，不然没有保留的。那对于我们警方在侦办上会遇到一些阻碍跟瓶颈。直播画面卖犯配合电影歌曲。影片内容一看真歹发现无正常，啊，毋过就甲开讲时出现介绍公道新品上市顶对话，而且有的还佫加注特殊的符号，其实暗藏玄机。警方表示，这拢是毒品买卖关键暗号。贩售咖啡包，他整个就会说他在贩售饮料啊、饮品啊，或是衣服、鞋子啊。那例如像贩售安非他命的话，因为它的外形啊，他可能会贩售糖果、冰糖这样子的暗语。卖毒暗号、音乐课，只要一输入抖音到相关的影片，还佫表示卖地点加上关键字营开课顶，就表示咧营业。根据无共款的毒品，也无共款的代号。面对新形态犯罪，警方也强化科技查缉，要阻断毒品传播链。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年，国内民众是真爱爬山。伫去年，着民众爬山的时阵，造成玉山火烧山，烧12天才甲火拍花。投入救灾，中间是了钱佮了工。林务局也要提醒民众去山里行大，这点火用火就要特别注意。一步一步行伫山顶，美丽景色，互人心情放松。最近台湾爬山人口哪来哪济，所以也增加山难风险。
2021年5月，因为人类社会造成玉山火灾，救灾人员伫超过3000公尺悬的关山拍火，也着兼顾自身的安全。山骹甲山顶温度差真济，阁有日时甲暗时的温度嘛差真济。关山顶空气较薄，喘气会较困难。大火的火氛嘛影响到人喘气，对个人的体力造成负担，这拢会影响到救火的效率。玉山大火造成的林木生态损失、救灾人事的成本加起来大约2亿，灾后的中间也真久长。尤其2021年参2020年相比，森林火灾就为53件增加到93件。经我们近10年的一个统计发现其实大概90%以上都是人为活动所引起的。大概只有3%是雷击所产生的。台湾北部呢，它是因为受到气候的影响，它其实常年都是比较潮湿的。那主要是台湾的中南部地区，它在每年的10月到隔年的一个4月之间，它是长期的一个干旱，所以很容易有发生森林火灾的一个状况。年过就是春暖花开的时节，林务局提醒民众，爬山进前一定要做好自我评估。新婚的山区上好找专业导览员，做一个尊重山林的爬山人。记者杨淑静、曾海文、谢桂林台北报道。台南市内有25间庙提供外语翻译导览的服务，外国人来到庙里讲英语、讲日语也拢会通，也有人来甲因导览，互因了解到台湾的宫庙文化。讲到宗教文化，凡是你会想到市内徛真侪间寺庙的台南。不过来台南的外国游客也特别多，时常对拜拜流程三宝章。台南市民政局伫最近几年就推出英语友善寺庙的计划，协助寺庙甲签诗、拜拜流程等等翻做外语。今年又搁增加2间，目前市内就有25间的宫庙得到英语友善标准，拢有英语的小解会使参考。今年就是有白河区的火山碧云寺，然后还有北区的玉皇玉圣宫，他们这2间他们都是有做寺庙的签诗。火山碧云寺他们还有请我们帮他们翻译那观光导览的那个折页。亲像北区的玉皇玉圣宫，除了有英语和日语的导览，佮有拜拜过程的解说，因佮甲签诗翻做英文甲日文。因为因是道教的宫庙，所以要翻译敬拜、点灯等等的流程。我们庙刚好就位处于花园夜市附近，来访的这个国外的这些信众呢，其实也蛮多的，也可以让推展一下我们府城的一些这个宗教的信仰的这个文化，建制了所谓的中英文、日文的这个导览，还有这个中英文、日文的这个签诗，还有相关这个。针对所谓的我们庙里的这些中英文的简介呢，还有一些如何参拜道教的一些参拜的一些礼仪流程。申请英语友善标准的寺庙，年年都有在增加。台南的宗教文化也要进一步的推展，正做更加适合阿大啊旅游的好城市。记者综合报道。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基隆到新竹对14度到16度，苗栗到云林对14度到21度，嘉义到屏东对15度到2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5度到20度。平湖金门马祖对9度到16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